空军会馆新北街赛 F-16B 进行训练，煞伫花莲外海失去联络，目前国军也继续咧敲锤。川普政府以无符合美国利益做理由，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而且名单有可能会阁增加。今仔日天气也是真寒，气象署继续发布低温特报，将来这2天温度可能会阁较低。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空军会馆新北街赛 F-16B 进行训练，煞伫花莲外海失去联络，目前国军也继续咧敲锤。另外，外界质疑这 F-16B 的相关设备到哪拢也未齐全。国防部长郭立雄强调讲，已经陆续咧交会，明年就会当交到。C-13空军机快速飞升，飞去失速海峡顶面，导航照平弹照光花莲外海。P-34巡逻机家己搜救行动，地面也有无人机升空空军配合发布影片，强调绝对袂放弃三军一定尽全力搜救，让失联的 F-16V 飞官新北街转来。海巡所有人克服真歹的海上，花莲海巡队采取双天便制，做联合搜索。花莲南透早也互看到准备出港，要赶去失事的海峡。另外，海巡人员沿岸际继续找找通讯车辆伫边仔待命，会馆新北街登记驾驶 F-16V 意外失事。总统赖清德高度关切，强调国军海巡有愿继续全力搜救。我非常希望我们全国人民都能够为辛伯义上尉集气。我们也祈祷他能够平安归来。国军累计派出30架储飞人机、2架无人机，海军甲海巡有22架舰艇，陆上180名官兵投入搜救。针对新北街反映 F-16V 任务电脑 MMC 故障，国防部长郭立雄亲自回应。在114年1月开始。这样子的一个软体的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经过软体升级之后，这个 MMC 的一个已经呈现一个稳定状态。F-16V 的相关装备包括防寒衣、自动防浪地系统。防执局有完无到位，对此郭立雄表示，自动防浪地系统类比整合收费需要应该并明年全数核增。空军飞燕去年买的1300多件防寒飞行衫，预计3月全部交货。像在5联队，它也已经有部分的交货，因为它的型号的关系，所以说它有的型号已经先交货，有部分已经先交了。好，那你3、4月间要交货的数量多少？就是全部交完。另外 ，F-16V 失事，空军下令执行停案特检，外界烦恼恐惊影响战备，郭立雄回应，特检作业拜六完成。航空未擅长看旁。另外，伊也表示，向美国买的66架 F-16V， 目前生产线已经组成56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各中小的营养午餐全面免费。台北市宣布这项政策了后，今仔日基隆、台中和高雄嘛拢军队宣布，即马全台湾是已经确定有16个县市会实施。也那新北甲台南，目前是因为经费的问题，所以也搁咧讨论。不过，就有教师团体甲家长就烦恼讲，若是这资金的来源无讲清楚，或者是建立完整的制度。全面免费的这项政策，可能是干来看啥人较高花啥尔，真做是县市之间的福利竞赛。其他的教育经费是颠倒的减少。为着要照顾囡仔的健康，学校的营养午餐是真重要。台北市长蒋万安最近发出今年9月开始营养午餐免费的政策。其实英国在桃园、宜兰和花莲等10个县市都已经有营养午餐免费的政策。除了基隆响应，在初八即天，台中和高雄嘛接续宣布，自115学年度开始，台中要投入25亿至30亿，高雄是10几亿的经费，在公立各中小推行营养午餐免费的政策。免费的营养午餐政策应该视为政府整体政策的一环。从115学年度开始，台中市的公立小学、公立国中免费实施营养午餐政策。我认为，不论家庭的经济条件如何，每一个孩子都应该获得同样好的照顾。每天的午餐菜色，大家都能够享用符合3张1Q 优良国产食材。
目前800支逃生外款当中，桃园自治控制3年都已经免费，剩新北市还无啥无水。台北新北市府记者会顶头，市长侯友宜是回应讲，若准备推动爱投入46亿的预算是全国负担上重的，未来会搁参新北议会研究。因为新北市如果营养午餐免费，大概要投下46亿元，也是全国最高的。在全国最高的预算的过程当中，今年的预算过了。会不会顺利编在明年？我会盘整整个财政状况，做好适时的调整。新北市府表示，目前当年已经有投入大约3.1亿，专家补助市立高中及各中小弱势学生的营养午餐。若要推行免费的营养午餐，要搁谨慎评估财政再来调整。嘛，呼吁中央甲地方同齐讨论，提出一致性的政策，避免各县市资源无平均出现落差。记者综合报道。所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头也是会当感觉真寒。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咧云林古坑，干那6.7度。气象署也继续咧发布低温特报，佮讲刷落来这2天这温度有可能会搁较低。学生囡仔摕遥控器开教室的烧气，伫云林古坑海拔差不多800公尺的中湖国中，透早低温伫10度以下。伫大班有冷气的政策，学校因为海拔较悬，冷气无接用，电到寒天会当适时切换烧气，让师生伫教室较袂寒。自己觉得其实比较温暖，有稍微比较专心一点。会有蛮多人，或者包括我自己，不太敢走出去。然后我们学生甚至在教室里面会有毯子。涂骹还佫有一寡幼兵，合欢山上细楼透早低温加水汽通过，有落米雪，规个望气山区白死死。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气象署持续发布低温特报。透早西半部地区因为辐射冷却的影响，低温搁再降低。云林古坑7到6度7，嘉义德基低温7度9，金门的金湖嘛干8度1。气象署讲，拜四东北风正方面会搁落阵雨，拜5开始到拜6水汽减少，辐射冷却的效应会搁较明显，透早低温会搁较低。辐射冷却的关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还有周晚上到周六清晨这段时间，它的低温都会相较今天清晨来说来得更低很多，尤其它的范围相对来说比较广。天气风险公司指出，拜6日下是冷空气强度较冷芳的时阵，暗时开始另外一波冷空气会搁落来，天气持续偏冷。后礼拜日下开始高温会回升，看下一波较冷的冷空气落南，可能会伫后礼拜18这卡到。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优先，这是川普上任以来一直咧强调的政治立场。伊认为讲，所有的政策拢爱以美国的利益为主，只要违背这个理念，安尼美国是袂见阁继续支持的。就算一困难要退出66个国际组织，嘛是拄拄好尔。根据白宫声明，美国即届退出的66个国际组织当中，就有31个是联合国的包括气候、佮劳工等等机构，佮讲这机构管理甲运作拢有问题，根本是咧浪费资源。对美国来讲，这利益是一点仔好处都无，当然无需要佮继续提供资金来甲支持。而且美国会佮继续审查，这名单是真有可能会佮继续增加。川普这款一定爱人照我的方式行，若无我就做我来走的态度，看起来是真阿萨利。毋过嘛，互真侪组织就安尼失去主要的资金来源，相关的计划迫不得已就爱停放，甚至是有样看样。亲像气候公约就有可能会因为美国的退出，互其他国家有延后行动的借口。安尼，这几年来，全球伫遐拍拼咧控制温室气体的成果，恐惊是会全乌有去。美国白宫采取伫官网刊登的文告，就直接讲重点，提出一寡国际组织甲条约的理由，都是因拢甲美国的利益违背退出的形式，包括袂阁参加相关组织的活动，甲停止动用政府预算资助即寡组织甲因的计划。川普政府将这66个组织分做2类，首先是无属于联合国体系，毋过真侪拢是由联合国支持成立，也是甲联合国来往密切，包括无碳能源公约、跨政府气候变迁小组等等，总数达到35个。其次就是属于联合国体系内的部分，像 UN 经济甲社会事务部、UN 气候变迁公约公约等等，总数达到31个。美国福斯新闻网的报道指出，川普政府将这寡国际组织甲条文归类做所谓偏左甲轻文化产物，定伫能源环境等各种议题，甲美国也结果，所以动用政府预算资助这寡组织甲计划，违背美国优先的政策主张，甚至侵害美国的主权。
事实上，川普伫第一任期就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理由是甲美国理念袂合。伫拜登政府2023年重新加入了后，川普第二任期开始的2025年7月，佮宣布二度退出，会伫2026年底生效。所来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川普二度入主白宫了后，2025年初就以 WHO 处理新冠疫情不当，决定退出。国务院伫官方声明中指出，美国爱抗议国际间做代志无变通的惯性。美国又愿意甲国际间进行合作，也毋过前提是需要符合美国本身的利益。对川普政府宣布联合国甲相关的国际组织还未做出回应。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被美国掠走，即卖伊的支持者站出来要求甲释放。另外，被美国点名后一个要处理的国家哥伦比亚，原底因讲无排除会用武力来抵抗，毋过总统佩佐即阵煞向落软，甲川普通电话，佮暗算要去访问白宫，进一步沟通。委内瑞拉政府的支持者行起伫街仔路，因摕旗仔喊口号，要求美国甲对因遮掠去的总统马杜罗放转来。委内瑞拉的军方讲，迄天美国的军事行动是造成至少24个委内瑞拉的维安人员死亡。另外，军方嘛伫首都卡拉卡斯替死去的士兵来办丧礼。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是宣布讲，全国会为突击行动内面殉职的军人来哀悼一礼拜。Independientemente que su ideología sea distinta, que esté de acuerdo o no esté de acuerdo con su manera de pensar, está ejerciendo su misión de dirigir una nación. Y si a ustedes les secuestran el presidente, están secuestrando a la patria entera. 美国伫逮捕马杜罗了后，呛讲嘛要对制造毒品佮卖互美国的哥伦比亚总统佩佐采取行动。佩佐对这是表示讲，伊无摆拄卖甲武器举起来抵抗美国到底。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后壁是正是两个人，伫川普就任了第一摆敲电话，双方讲要1点钟，而且已经开始安排互佩佐访问白宫的相关代志。En la conversación toqué 2 temas para no alargarme, le dije, y una solicitud.Se restablezcan las comunicaciones directas entre cancillerías y presidente. 除了哥伦比亚的总统洪点名，古巴嘛，互川普暗示有可能要面对美国这边的压力。美国长期对古巴是采取经济制裁，古巴长期以来只会当靠委内瑞拉这个盟友来供应石油。但是川普伫咧推翻马杜罗政权了后，计划要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和全球销售，这恐惊会互古巴的经济是愈来愈歹。Are you considering U.S. action in Cuba? We're not. I think it's just going to fall. I don't think we need any action. It looks like it's going down. It's going down for the count. You ever watch a fight? I have. They go down for the count, and Cuba looks like it's going down. 古巴的民众是讲，虽然目前的局势即马无委内瑞拉的石油供应，对因是产生真大的影响，但是古巴和其他国家嘛有协议，应该阁会当对遐国家来摕到石油。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美国伫咧北大西洋甲加勒比海载着2只委内瑞拉游船，其中一只搁挂罗西亚的国旗，甚至若像有罗西亚的海军来甲保护。毋过尾也是互美军扣押，也即届行动，英国嘛为美国提供支援。就伫咧加勒比海，甲船长号游船载落来，无够1个月时间，美军查出第3摆以违反制裁做理由，出手哪吒扣押委内瑞拉有关系游船，而且即摆军事行动伫北大西洋甲加勒比海2架进行。伫加勒比海游船号做索菲亚号，另外一只是原底号做贝拉1号的马林雷拉号。This was a Venezuelan shadow fleet vessel that has transported sanctioned oil. The vessel was deemed stateless after flying a false flag, and it had a judicial seizure order. And that's why the crew will be subject to prosecution. 这只原底挂盖亚那基亚游船，去年为伊朗出发，疑似原底暗算伫咧委内瑞拉增运石油，不过伫咧空船闪过美方的临检了后，就改做挂罗西亚的国旗，佮改名做马林雷拉号。还有报道指出，莫斯科政府派海军舰艇来保护。美军用2礼拜时间追踪，最后伫咧冰岛甲苏格兰附近的海峡进行哪吒扣押行动。
英国海军阁提供海上甲空中的后勤支援。国防大臣施里迄天伫咧国会议场指出，英国、美国有双边安全防卫合作关系，也若英国提供的支援完全符合国际法。罗西亚交通部表示，这是以临时稳准的方式，才稳准这只油船挂罗西亚国旗，其他国家是无权对合法注册船使用武力，而且要求美国好好款待船顶的罗西亚公民，稳准因赶紧返去罗西亚。另外一方面，因为无经过国会授权出兵逮捕美国总统马杜罗，去互国会机关抢的美国国务卿 Rubio， 切实表示美国对委内瑞拉有一套稳定、复苏，然后过渡3阶段计划。佮讲靠亚索菲亚号行动背后有委内瑞拉政府的配合，而且佮强调委内瑞拉唯一对外互人原油摕到收入的方法，就是配合美国加美国合作。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叙利亚的政府甲库德族的武装分子又搁发生军事冲突，上无造成11个人死亡，因互相指控是对方先开始的。也即马已经超过45000人有路无厝，美国暗说要出面来做公亲。几60个家庭伫阿利坡的一个清真寺避难，有人摕简单的行李离开。叙利亚阿利坡冲突进入第2天，政府军加库德族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伫2个库德族村发生激烈的攻击甲庆战，造成叙利亚民主力量控制区甲政府控制区拢有死伤，拢讲对方爱对这件暴力事件负责。为切拉交战疙瘩，规个城市已经有几多万百姓都离开家园。政府军开人道走廊，测试中岛进前有850人为这个管道撤离。暗时累计超过45000人无厝通住，大部分往西北城市阿夫林的方向去。阿利坡机场、高速公路拢关起来，市中心嘛袂行哩。叙利亚哈萨卡县几6000个库德族人上街头抗议，声援2村的居民。ونقاشخانه وملتي وان تاخذ جيان دكن ليش عم بتصير هالتفرقه؟ ليش هالعنصريه؟ ليش؟ 叙利亚官员当拍拼推测一项叫做解决叙利亚严重分裂问题的协议。这个协议按算甲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加强政府整合。叙利亚民主力量无愿意放弃第14年的战争所赢的自治权，也有伊斯兰国的加州油资源。前总统阿塞德倒台1年外，甲呾叙利亚的局势也是真乱。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译。今年电子展超过4500间厂商参加，各种人工智慧产品嘛引起关注。亲像会当收集人体60种数据，提早发现慢性疾病的体重磅案，阁会当按照无共头型去修正头前的机器，拢是会当互生活更较利便的民生用品。车脚徛伫体重机双手6手柄，这个看起来敢若运动中心定定出现的 InBody 测量机，即个会当测量的人体生物数据，比平常的加出袂少。2026 CES 消费电子大展伫美国出名赌城拉斯维加斯展示。根据 CTA 美国消费科技协会统计，今年包括1400间新创公司，有超过4500间厂商参展，其中有袂少拢是利便的民生用品，像有企业注重伫个人领域，杀出第2代智慧体重机，会当测出患者得到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前期数据，提醒患者量早发现治疗。We collect more than 60 biomarkers, and we make a total assessment of your cardiovascular health and your metabolic health. 除了体重机，对头毛发展紧的民众来讲，剃头毛的机器嘛是袂使无的。有新创公司研发全球头一个 AI 理发器，民众敢若需要伫头部戴好这个机器 ，AI 就会根据使用者的头型自动调整刀片的角度，互民众家己 DIY 剃头毛。It uses a band that wraps around your head, the clippers themselves, and a mobile app to create a perfect men's haircut in less than 15 minutes. 嘉义去户外观察鸟的民众，伫即个展览袂使无看 AI 千里镜，这是总部伫中国的新创企业所研发的产品，会当互使用者用千里镜翕相片甲影片，机器内底还佫有超大数据库，会当认捌超过1万种鸟仔，佫会当连接网络检测食物甲动物，也会当分享翕到的影片。相片去社群平台。A lot of people really truly enjoy bringing those guidebooks, identifying the birds, identifying the plants and the animals that they see on the trail.
This is water resistant, dust resistant. It gives you that opportunity to learn versus carrying around a lot of extra luggage. 另外，网络轿车平台 Uber 嘛，甲美国电动车商路西德自动驾驶技术企业 Nuro 合作，研发无人机能车，以路西德所发行的修理车款进行改造，伫车顶放监测器、监视器雷达这设备，互车会当360度全方位监测，车内还有互动式荧幕，提供乘客控制温度、座椅，还有娱乐系统。这款无人机能车顶个月捌伫美国旧金山园区开始道路测试。 一定会伫今年内量产，正式伫旧金山的园区展开服务。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罗马的市中心有一支石条，顶悬有记录罗马约2000年来历史甲文化。不过表面所有年久过侵累积的土粉，意大利的政府即马就利用雷射技术要甲大摒扫，按算伫咧今年年初就会当完成修复。 采伫意大利罗马市中心已经有近2000年历史的马可·厄里略烟条，最近展开数十年以来头一届的大摒扫。考古甲修复团队利用雷射技术，清掉当年累积伫浮雕顶面的垃圾米，互这座见证罗马帝国历史的大石条顶头有露古早的浮雕重新展现伫众人的面头前。Questo papiro di racconto, di storia delle guerre, e quindi era un modo di far leggere a chi lo vedeva di questo racconto che veramente ti coinvolge vedendolo fase per fase, scena per scena, con i dettagli veramente meravigliosi e quindi giustamente non puoi altro che rispettarla. Mi viene sempre questa parola, ma... 这支47公尺悬的纪念烟条，大约是西元180到193年期间所采的。条顶面的浮雕以光亮的方式存起伫顶面，寸尺也因为安尼渐渐放大，会当对顶面看下面的广场甲总理府，以完整记录罗马的皇帝马可·厄里略伫多瑙河边对抗外族部落的征战过程，会当讲是古罗马军事甲艺术的重要的史料。 ma soprattutto di rispetto della materia, cioè del marmo, quindi ha garantito assolutamente il rispetto della materia e il rispetto delle patine che sono quelle testimonianze, l'invecchiamento naturale della pietra che quindi va rispettato e anche il laser rispetta anche le patine di ossalato, quindi non solo la materia ma anche l'invecchiamento diciamo naturale della materia. 修复师甲镭射光射伫石材表面，利用热能甲黑色有染的建筑物涂掉。 下骹白色色的卡拉拉大理石就开始现出原形。这届工程开200万的欧元，资金的来源是疫情了后的澳洲复原基金。2025年3月展开修复了后，按算2026年年初就完工。时到才个会到灯火，互这支由下面传起顶悬的人类历史故事遗迹，更较有代表的意义。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 台湾动物紧急救援小组甲高雄在地歌仔戏坊合作，甲生命教育的理念加入传统的歌仔戏，用戏出的方式来传达尊重生命的观念，希望囡仔会当自细汉就开始定根。因为实在是不应该随便放捕兽夹伤害动物，到底是啥物人这么歹啦？这只好扣拉人坑的侦啊，业界哀哀叫，救援人员赶紧走来斗相共，为着要定根生命教育的观念，台湾动物紧急救援小组找高雄的招金歌仔戏坊合作，头一摆透过歌仔戏来演出保护动物、爱护海球生态内容。其中高雄市阳明国小师生也来客串演出。老师讲，虽然讲台语有挑战性，不过用歌仔戏来加进生命教育的重要，实在真趣味也真有意义。透过这样子比较活泼然后有趣的戏剧方式，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更能够贴近小孩的心灵，然后更能够打动他们。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次很棒的尝试。你讲我安怎样？我无安怎，多谢亮君。哦，免客气，免客气。这是啥？流言四讲。好。 这出戏也甲苏讲造成海洋动物危机的主题写入来，这摆合作对双方来讲是创新嘛是挑战。一边是守护台湾传统文化，一边是守护流浪动物的生命。尤其这摆有不少演员是团长陈昭金的学生，透过演出，唔但互歌仔戏得到传承，也甲爱环境、爱动物的观念推散出去。所以我们相信，唯有教育才是改变台湾流浪动物命运最根本的方法。
但是这条路真的不好走，那也很感谢在这条路上遇到昭婷老师，遇到他的团队。累的我觉得很有价值，那觉得说自己好像也把我的人生能够有一个很美好的成就。这场表演伫凤山的大东文化艺术中心演出，头摆用歌剧来教大家生命教育的重要性，趣味的剧情、简单好捌的内容，和数百位的观众拢留下深刻的印象。记者柯家祖、柯兆勇、高永昌报道。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